怪，田里定出现的福寿螺，哪像有真侪种名呢？伊出现的所在无同，名都无同啊。哈，看所在决定的哦，是啥物意思啊？伊是外来种，原本是想要饲来互人食的，所以若是放伫咧饭桌顶，咱就叫伊福寿螺、金宝螺、元宝螺啊。哦，这个名听起来真吉利呢，像安尼叫对无？福寿螺、金宝螺、元宝螺。无你是咧画卖烧酒螺呢？毋过计成无啥物人爱食呢。嘿啊，因为大家无爱食，所以50-60年前，遐个饲福寿螺的人感觉生意歹做，就收起来。毋过煞有一寡人甲这个螺啊乌白等伫咧田里甲水沟底，结果就造成做田人的噩梦啊。因为福寿螺见青就食，亲像水稻啊、田啊、较白笋或者是正菱角的这个水生的经济作物，伊上爱食，所以见摆若出现伫这个田区，伊的名就变成是夭寿螺。哦，夭寿螺，这个名实在真歹听。还阁有哦，迄天我听到船长对着上高的田里画螺仔白，迄是咧画啥啊？呵呵呵，迄是因为福寿螺出伫咧别人的田内面，甲家己无关系，所以这船长是咧甲上高口说啦。原来是安尼哦！最近看到真侪田拢开始咧捕黄啊，有一寡田是无下农药的，这个农民上烦恼，因为福寿螺有够济啦。尤其是田水冷叽叽，照常拢爱落田去捡福寿螺呢，农民实在是真辛苦。干那出一支喙，你为什么无爱去斗相共咧？好啊，螺仔白来咯，螺仔白来咯，福寿螺、金宝螺、元宝螺，来哦，进来斗掠夭寿螺哦！因为我自细汉，阮爸爸妈妈，拢叫我琼妹。若因无欢喜，还是我做毋对代志的时阵，就会叫林巧美。所以我做汉语会听到人叫我的名叫台语，因为参加这个比赛会去听到家己台语的名，这是我真意外的收获。我应该豆豆接受家己台语这个名，才对。拄则这个福寿螺内面的大米甲小米拢是我家己配音。事实上我是台东人，所以大家可能听这个影片内面会感觉迄腔乱七八糟。比如讲嘿啊，这是台中腔嘛。进那迄是宜兰嘛，宜兰腔。问题就是我即摆拢偷着啊，是因为我是台中人，毋过我去住伫宜兰。最近这1年外，我去住宜兰，毋过我无做田，我是因为真爱宜兰，想要去遐收集一寡农民的议题啊，这故事安尼。我真爱听故事，无做田，所以我就参加每个月一摆的聊聊读册会，伫宜兰赖清祥大哥国东俱乐部的赖清祥，伊每个月拢有一摆这聊聊读册会。我是这个班内面，可能我家己感觉我是较厚话迄种的，无做田，佮足厚话，会真爱问啊，真爱学。所以这福寿螺嘛，拄好拄着，即马是春耕的时期，拄好播田。这我家己自细汉，阮爸爸嘛做田，我嘛是拢讨厌过福寿螺。我只是毋知影细汉遐尼讨厌的物件。到大汉的时阵来到宜兰，才知影讲友善耕作，因是安尼面对福寿螺。是无用农药的，因为我印象中我毋捌去田的叫，互阮爸爸叫去爱捡福寿螺，可见伊拢是投农药。
所以阮台中是惯性农法的即个历史过来，所以非常感谢评审的肯定，嘛感谢基金会有即届的举办的这机会。毋过我家己摕到做歹势，一方面是遮尔细汉拢遮尔厉害，我是凭啥物徛伫遮？另外一方面是我感觉讲台语对我家己来讲上重要的意义是，我会晓讲会晓听，我就会当甲我的爸爸妈妈、甲我的师大人开讲心情。我家己出外几啊冬啊，拢伫外口生活，所以讲我感觉会晓讲台语，互我会当，毋管走去到倒位，电话压起来，就会当感受厝内的温暖。所以，我感觉讲台语是天生自然，家己想要活落来，想要甲厝内的人有感情，一定爱做的代志，一定会晓的代志。所以我感觉这个提奖嘛，做歹势，毋过3000块也是真感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